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初5。提摩太后书2章1节到8节。所以，我的囝，你着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坚强起来。你伫真济见证人面前，对我听到这个教示，着交托予遐个忠实，嘛会堪得教示别人的人。你着做基督耶稣的精兵，甲我做伙受苦。服役的兵，若要互官长欢喜，就毋通互生活的代志颠骹絆手。运动员若无照规则比赛，就袂得到冠军的花冠。骨力正做的农夫，当然先收成。我所讲的话，你着好好啊想，因为主会互你了解逐项代志。就记得耶稣基督，伊是代笔的予伊。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国活，这是我所传的福音。保罗勉励伊属灵的囝提摩太，爱伊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。伫伊在牧养以弗所教会的时，保罗爱伊还是亲像基督的精兵，就是若亲像做兵的人，无互世事颠叛。运动选手照着规则来比赛，骨力的农夫伫正做顶头会拍拼，会通得到好的收成。伫咱的信仰生活，咱嘛是爱亲像安尼，亲像做兵的，亲像选手，亲像农夫的精神，来为基督成做精兵。愿主使咱开力，照着伊的心意来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